生日去旅行，放假又話去旅行，連度蜜月都話要同另一半去旅行。其實去旅行有使乜咁多藉口啊？不如睇下美麗華旅遊有乜嘢精彩推介好過啦！山明水秀遊中國，首選長江三峽、重慶、武漢5天豪華團，乘坐維多利亞郵輪，連續4晚入住5星級豪華客房，喺露台觀看長江三峽大壩嘅壯麗景色，每位只需4399蚊起。想一次過體驗玩樂、觀光、購物、消閒嘅樂趣，曼谷芭提雅5天團就啱晒你啦！走入飄雪之城，暢遊夢幻樂園，刺激又好玩。Siam Paragon 過百間店鋪俾你盡情購物，玩完再探埋傳統泰式古法按摩，每位只需2099蚊起。巴爾幹半島14天探索之旅，揭開東歐嘅神秘面紗，欣賞克羅地亞16湖國家公園，深入斯洛文尼亞嘅碧湖湖中島，享受杜布羅夫尼克嘅度假天堂，再去埋黑山共和國嘅神秘小國高爾塔古城，每位只需22,999蚊起。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設備豪華舒適，海洋神話號6日5夜中越探索之旅，暢遊中國三亞同越南下龍灣，每位只需4,999蚊起。日本東京震撼優惠，機會難逢，5日4夜自由行套票包來回機票，連續4晚住宿，每位只需2,490蚊起。若果要了解更多旅行團、機票、酒店、自由行詳情同報名，可以打旅行團以及郵輪報名熱線82002299，自由行熱線39600333，又或者去到我哋各大分行查詢。